有个评论说断崖式暧昧是最大的痛，真的，我懂。嗨，你在干嘛呀？在想你。那晚安了，早点睡。晚安。早。抽烟吗？会抽的。聊什么啊？这么开心？找我女朋友啊。啊？他突然跟我说分手，你们先聊。说做朋友。看我张信，拜拜。我觉得很可笑。